第二集团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则是爆炸导火，不整路2点钟就要转水一届哦。因为烦恼安全甲污染，地方是传出讲要求三元搬出。也毋过公司强调讲会继续甲厝边头尾来沟通。市政府嘛要启动稽查哦，讲1礼拜内要来完成全市8座电池厂的检查。火调人员甲其他相关单位再去入去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，要调查火警事故的原因。另外一边，还有消防人员每2点钟对移动式炮塔送水下水，稳定控制温度。啊，毋过就是发生的火警又有发生爆炸，真正惊人。火伫15才控制，以后周边的邻里甲民代真不满，要求三元爱前抢。每天都有我的李明来打电话来告诉我说，里长你应该要有动作，你不能这样继续沉默下去，你要带我们去表达我们的心声啊。这次发生了以后，我们觉得说他们所说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谎言，所以我们非常生气，我们也不希望说你当初所讲的跟现在的，那你安全在哪里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。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危害公安、生命的威胁，还有环保的品质。尤其厂区挖近人口正密的所在，地方烦恼若阁发生意外，无排除为厂表达诉求。持续积极和地方上各界沟通，尤其是我们最邻近的左邻右舍社区，希望邻居们能给这个团队一个持续优化，把厂区做得更好、更安全的机会。企业嘛做啊，哪赚钱啊？莫从头变成头啊！三元回应会阁积极家庭沟通，释出上大善意。高雄市政府嘛启动其他厂区稽查工作。目前全高雄8间电池厂，10日开始1礼拜内爱清查完，嘛要宣导业者对祭田区甲发生区这设备最好自主的管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